台湾东西北风，贵风是金。台湾向前来欢迎陈玉玲的车队通过。这一头远景竟然硬生生把象征中华民国的国旗扯断，但反观中山北路这里，却可以大剌剌的举着中国5星旗迎接陈玉玲车队通过。来看陈玉玲，那么即将要离台，那么机场出现一位女子哽咽感叹台湾人悲哀。在民们是含着眼泪看这个电视转播，真的这样的情节，我怎么记得别人？我每次这里变成我们要见你这么难，我们讲哈，我们讲，你不是见到了吗？讲，你不是见到了吗？拜托，这是嘛？而且是父亲节，去那记得，对不对？我们吃完马上走哎，拜托，父亲节。我相信这次台风所发生的灾害，很多人应该都得到教训。 This man has been apologizing over and over again. 觉得刘道玄一点没有错，薛湘川一点没有错，结果父亲节去理罚，这是很应该、很正常的事情嘛。你去了现场也没有用。 2天前，县政府没有事先通知，开怪手直接把快收成的稻子连根铲除，不知如何是好的他们，只剩绝望的眼泪。你知道我们社会当事人有多痛吗？看到我们也痛，谁也看到我们痛。变成光秃秃的沙地。东西北风，大家贵风几季。大埔地区一个已经73岁的老阿嬷被先生发现今天沉尸在家里头。现在更有自救会成员用轻生的方式抗议，表达农民家园被征收的无奈。知道这一位73岁的妇女，好像平常就有一点病痛啊。吴敦义他竟然说，白海豚在台中港那段都能够避过了，相信白海豚在彰化段也是可以转弯的。白海豚自然有它生存游水的这个路径啊，它也会转弯的呀。现在我们看他扮演那个角色，不像一个院长，院长会比较像一个企业的走狗。不过政府没有帮忙就算了，前任院长吴敦义在昨天进台还说，不帮卢彥勋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为什么他过去政府或者谁不去鼓励他，不去夸奖他，不去帮他？这是没办法的事。当初的马上好似乎跳票了，而台南的科学园区呢，很多是在休无薪假的年轻人。有一个创新的理念叫无薪假，其实应该得诺贝尔奖。厂商用无薪假，那真是我要拍案叫绝。你今天你如果真能够苦民所苦的话，这种话根本讲不出来的。633，不单单是一个数字，更加是咱对台湾的保证。还是很难看。我们就带来看到主计处在刚刚公布的最新8月份的失业率，从7月份的6.07%再度攀升到6.13%，也改写了历史新高的数字。更加是咱对台湾的保证。不过这个，我们中华民国没有人了才找到他。您对他是蛮失望的吗？蛮失望，不但失望，失望透顶。他当领导的人了不行。现在来到我们的城市，就是我们的人。你来到台北是台北人。我把你当人看，我把你当市民看，然后好好的把你教育，好好的提供机会给你。他最后一句话就说：“好人没好报，好人没好报，好人没好报。”这样的话，三字经都出来了，没有马了，没有办法，找一个牛当马骑，才找他出来的。是猫缆16塔柱，在去年的时候，整个土石流倾泻而下，当时有72户住户全部在深夜紧急撤离。刚开始马上就来话，郝龙斌马甲更较好啦，对不？台北捷运的文湖线真的已经成为市长郝龙斌的捷运，竟然会看到台北市民捷运乘客被迫走在上头。要给老百姓一个知嘛，还有我是消费者，有很多老人家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样的危机处理完全不及格。超过32度的车厢，不但温度居高不下，一路上温度还不断飙高。真的有如郝市长所说的，花都花在刀口上了吗？那花博买的这9层塔，一株的报价就是200块钱。郝市长不承认他买的花比较贵。我在这里表达歉意。前一天还将责任推得干净，这会儿2度道歉。 Our winner, Hao Longbin, the mayor of Taipei City in Taiwan. On Friday, he banned students under 18.
变成政治事件吗？蹲在茶室的后面在做什么事情？绰号“拱民”的黑道大哥李兆雄，昨天下午在台中举行告别式，治丧委员会主委由立法院长王金平担任，台中市长胡志强是副主委。竟然冲入了封锁线，就这么碾过死者的断腿。要我们怎么样嘛？我给你解决吧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解决啊！我现在解决吧。有一个城市连续10年来，它的犯罪率都是全台最高的，那个地方就是台中市。台中市长胡志强是副主委。戴着棒球帽、身穿 T 恤、牛仔裤的廖国豪，在投案的路上对立委说：“是台湾教育害了他。”涉案的事实的话，局长和我都要负责。黑道大哥告别式，台中市长胡志强是副主委。局长和我都要负责，都要负责，都要负责。准备了5星级饭店的便当来招待，这一个500块钱，像是朱立伦必须先离席，还特别打包带走。里头有2条天妇罗炸虾、鳗鱼、鳕鱼，外加1块猪排，一个要价500块。平常开会都没吃那么好，副阁揆朱立伦有事要先走，都还惦念着他。叫来的里头有2条天妇罗炸虾、鳗鱼、鳕鱼，外加1块猪排，一个要价500块。平常推翻张威扬，让大家过好日子，这是我们的承诺。和大家过好日子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322投2号，投下决定台湾未来的一票。行政官员把立法院当成什么地方？不要再搞什么选举的招数。我不是说要做戏，我不是，我已经很有名的。他表定答应家庭集团、家庭悲剧也很明显了。这种见微不见的事情是上我的责任。社会永远不会进步。我不喜欢这个样子。妈妈，我好想你，我真的好想要给你一个拥抱。母亲节又到了，一个月966天了，我快点空体了。未来要如何重建，暂时还没有答案。